波士顿买房哪家强？梦想家里找老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最近呢，在波士顿很多的群里面，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很多学区无钱了。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况，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。很多的趟预算出现缺口，学校呢开始裁老师，有的学校在合班，有的学校在砍这个项目。很多人可能一直觉得呀，只要买了学区房，教育就稳了。但现实是呢，学区也会有财政问题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道理其实很简单。首先呢，疫情期间的很多补贴已经结束了。再有一个呢，成本越来越高，包括老师的工资啊、运营成本等等。再有一个，每一个趟房产税的增长是有限的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钱跟不上支出。所以前两天有一个客户问了我一句话，那我花100多万买个学区房还有意义吗？我当时跟他说呀，学区依然非常重要，但它已经不是绝对的确定性。你现在要看的不只是排名，还要看趟的财政是否健康，人口是否稳定，还有一个就是政府长期投入的能力。一句话总结，学区不会消失，但是学区的神话正在被现实进行修正。那么生活在各个学区的小伙伴，或者想买在学区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？欢迎给老王留言。